女人必看，不要讓男人覺得你拼命在等他。在這個快節奏的時代，愛情似乎也變得越來越趕了。我們總是在不經意間就陷入了等待的漩渦，尤其是女人們，似乎總容易在愛情裏扮演那個默默等待的角色。但你知道嗎？過度的等待不僅會讓你失去自我，更可能讓男人覺得你拼命在等他，從而降低了你在他心中的價值。今天我們就來聊聊這個話題，看看如何在愛情裏保持自我，不讓男人覺得你等得太辛苦。你有沒有過這樣的經歷？晚上10點，你還在等他的一條訊息，卻遲遲沒有回音。週末你精心打扮，期待他能陪你出去，結果他卻因為朋友聚會而爽約，甚至你們已經談婚論嫁，他卻遲遲不提結婚日程，而你只能默默等待，生怕催得太緊會讓他反感。這樣的等待是不是讓你感到既疲憊又無奈？其實等待本身並不是問題，問題在於我們如何面對這份等待。在愛情裏，等待往往意味着我們對對方的期待和依賴，但過度的期待和依賴卻容易讓我們失去自我，變得患得患失。當你把全部的時間和精力都放在等待他上時，你就失去了自己的生活，也失去了對他的吸引力。那麼，如何讓男人不覺得你拼命在等他呢？關鍵在於我們要學會在愛情裏保持自我，讓自己成為那個值得等待的人。首先，學會給自己留空間，不要把你的生活完全圍繞他轉。你需要有自己的朋友、興趣和愛好。當他忙碌時，你可以和閨蜜一起逛街、看電影，或者參加一些興趣小組，讓自己的生活豐富多彩。這樣，你不僅不會因為他的缺席而感到空虛，反而會因為自己的生活而更加自信。其次，學會表達自己的感受。當你感到失望或不滿時，不要選擇沉默和等待，而是要學會和他溝通，告訴他你的感受，讓他知道你需要他的陪伴和關心。但記住，表達感受不是抱怨和指責，而是用平和的語氣說出你的需求，讓他了解你的內心世界。再者，學會給自己設定底線。在愛情裏，我們需要有勇氣說出自己的底線和原則。如果他總是讓你等待，而你又無法忍受這種等待，那麼就需要和他坦誠地談一談，告訴他你的底線，讓他知道你的耐心是有限的。如果他真的在乎你，他會尊重你的底線，努力改變自己的行為。最後，學會愛自己，這是最重要的一點。只有當我們真正愛自己時，我們才能在愛情裏保持獨立和自信。不要為了迎合他而改變自己，也不要因為他的冷淡而懷疑自己的價值。你是獨一無二的，你值得被愛和尊重。當你學會愛自己時，你會發現你不再需要拼命等待他的認可，因為你已經擁有了屬於自己的幸福。愛情是一場美麗的邂逅，但絕不是一場漫長的等待。在愛情裏，我們需要學會保持自我，讓自己成為那個值得等待的人。不要讓男人覺得你拼命在等他，因為這樣的等待只會讓你失去自我和尊嚴。相反，你應該用自己的魅力和自信去吸引他，讓他主動來等待你，珍惜你。記住，愛情是兩個人的事，需要雙方共同經營和努力。當你學會在愛情裏保持自我時，你會發現愛情其實可以更加美好和幸福。